讲到这个疫苗，俄罗斯抢头香，注册着全球头一支的新冠疫苗。俄罗斯的总统普丁阁讲，伊的查某囝已经有自由，目前状况袂歹。也毋过，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讲，任何的疫苗拢要经过严格安全审查。美国嘛真怀疑这个疫苗的安全性。只有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上届捧场，讲伊愿意公开来自俄罗斯所研发的这个俄罗斯的疫苗。新冠病毒将地球吞去，世界变黑暗的。不过，斯普尼克5号一日出现，成功将地球为病毒的手中救出来。在各国比赛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时阵，俄罗斯总统普丁伫昨宣布讲，俄罗斯核准全世界头一支新冠病毒疫苗，高于苏联时期发射的全世界头一个人造卫星体疫苗，号名叫做斯普尼克5号，作为新疫苗未来伫国际市场卖名称。赞助疫苗计划，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执行长德米崔耶夫讲，已经有20个国家注文超过10亿剂疫苗。That we are in a close contact with the Russian health authorities, and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with respect to possible WHO pre-qualification. 俄罗斯伫疫苗进行人体试验后2个月内独家核准，引起各界对疫苗安全性的顾虑。那世卫怀疑，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嘛认为讲，安全有效的疫苗比首先生产疫苗更加要紧。不过，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真好俄罗斯民主，讲愿意用家己做实验，做俄罗斯的疫苗。